裏邊咧，咁其實套戲裏邊咧，亦都係即係當然就係殭屍就係好香港呢個元素咁樣啦。但係其實套戲裏邊咧，亦都有一種日本嘅 touch 嘅，即係譬如話嗰兩個女鬼，即係嗰個啦，或者係佢有啲鏡頭嘅用法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啲對我嚟講係有啲日本嗰個感覺。咁其實係有冇清水純先生響同阿 Juno 合作嘅時候咧，即係俾咗啲意見，喂咁樣拍會好啲喎咁樣。そういうもうすごい日本っぽい感じなんですけど、それはやっぱり話し合いでそういう日本の部分は結構結果確かにジュノが監督としてその今まで彼が見てきた映画の印象とかインスパイアされているものは監督の中に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基本的にはやっぱりもうジュノ監督の頭にあった世界観で出来上がっていると思うので、多分皆さん見た方それぞれにイメージされる方はいると思うし、国によっても違う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基本的には全部こうジュノの頭の中通して一回置き換えられて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ね。咁佢話其實咧，因為知道 Juno 其實都會睇咗好多日本呢一類嘅作品，咁其實反而導演唔係喺呢方面俾咗太多意見喺入邊，佢覺得其實而家出嚟嘅嘢真係 Juno 自己嗰個腦入邊嘅世界嘅，即係入嗰種感覺嚟嘅。咁可能香港人就係會比較好似你頭先話齋一睇覺得好日本化，咁好多人都會有一種有嘅形象喺度。咁但係今次佢嘅作品嚟講係真係佢自己嗰個可能睇咗好多作品之後出咗嚟嘅一樣嘢咯。應該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いろんな国でここ数年いろんなホラー映画見ててもジェフラーの影響を受けてたり、アメリカのクラシックの映画の影響を受けてたり、真似してるようなものはたくさんあ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この映画は全くいろんなものが新しくなってて、キョンシーの部分もそうですし、なんかそういう部分が初監督にしてこの完成度とビジュアルの綺麗さといろいろ全てドラマチックもさ持ち合わせてるのを作れる監督はすごいなと思って、こういう才能ある人だったら僕も応援したいと思って今回參加しました。佢話咧，同埋咧都知道佢可能係好多唔同國家嘅，其實嗰啲驚慄片嘅，其實都有不同嘅 image 喺度嘅。咁可能你自己睇咗好多唔同嘅嘢之後咧，咁當然某程度上，可能有啲人都會好似都跟住佢咁樣做。咁但係佢覺得今次 Juno 呢個作品之中咧，佢唔係話跟人去做，而係佢喺當中可能再重新去啟發咗一個新嘅形象出咗嚟。咁呢一個喺佢第一次係導演作品之中咧，佢覺得喺無論畫面嘅感覺啦，即係嗰個美學嘅感覺啦，或者係人嘅 drama 嘅部分咧，佢全部都可以好充分演繹到出嚟。咁所以佢覺得一個咁有才華嘅新晉導演啦，就係咁，但係佢好自己都希望出一分力去 support 佢嘅。所以響東京都係提名呢一個電影未來係嘛嗰個單元叫咩嘅一個新導演。係咪亞洲未來定希望？係類似嗰啲嘢。咁喺我哋呢度都係 Asian Future 係Asian Future。OK。咁呢個都係亞洲新導演獎裏邊嘅其中一套即係參賽嘅作品。咁其實觀眾坐咗喺度咁耐咧，冇走過咧，一定係有好多問題會問嘅。咁大家把握呢個機會係綠色衫呢位。Hello Juno， 咁就好中意呢個戲。其實之前就上幾個禮拜優先場我都睇咗，但因為聽講話因為係個影展版啦，所以特登係買飛入嚟支持你多一次嘅。咁我其實係有個問題係好想問嘅，就係因為我睇2次之後咧，咁因為我之前睇錢小豪有啲訪問就話你揾佢傾劇本嗰陣時，本身有預係許冠英嘅。我好想知你開頭，因為咁大家都記得就係林正英、許冠英同埋錢小豪噶嘛。其實我好想知道你當初你寫2條線，聽錢小豪個訪問話你寫咗2條線，一條俾錢小豪，一條俾許冠英。我想知你當初俾許冠英嗰條線會係點樣寫嘅咧？好多謝你第2次嚟支持。其實係咯，我哋喺訪問都講過。當我寫嘅時候，其實佢又唔可以話佢哋2個係主角，即係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平均嘅戲份，但係嗰陣時確實係有許冠英先生嘅參與。當我寫咗第1稿嘅嗰一晚啦，佢過咗身，咁我係好，亦都即係好詫異啦，亦都好唔開心。咁我覺得即係許冠英其實。我相信即係喺我嘅角度啦，
佢嘅幽默係好獨有嘅，係冇人可以取替到嘅。咁好難去揾另外一個所謂喜劇演員再去取替佢，或者就算取替到嗰個原意都唔再係一樣，咁就刪走咗佢嗰一段戲。咁當然當中係有難捨亦都可惜啦，因為其實佢嗰段戲係連帶住劉南光嘅嗰段戲。而因為刪走咗，所以冇拍到。咁但係其實你咁樣問到，其實本身我哋設計許冠英嘅角色咧，佢係一個做戲棚嘅，即係嗰啲盂蘭節去表演，對住一啲空凳去表演嘅。咁佢就係飾演一個花旦，咁佢就每晚會上妝，咁就會對住一啲空凳去做即係夜晚嗰一場。咁其實原先劉南光就係做佢哥哥，就係一個苦力嚟嘅，即係兩兄弟去承托住呢一個所謂嘅戲班啦。即係佢都係一種夕陽工業嘅一種演説嚟嘅。咁即係只能夠咁講，因為最終係冇拍到。咁多謝佢哋，希望你喜歡。後邊嗰位。